来看伫花莲一寡生活用的太高水，嘛拢排入里鱼潭，造成污染，净化的效果嘛拢无好，佮加上污水的系统嘛拢害了咯。最近主管机关就提出整治的计划，嘛佮要升级污水厂的工程，按说3档后会当完工。里鱼潭的景致真水，是花莲重要的观光景点。不过，伫附近生活的垃圾水直接就排入去内底，到热天时啊，藻类佮生真济，水质变歹。严重的时阵，鱼啊死规片的，附近的居民拢感觉头壳真痛。变得越来越浊，越来越脏了。有水分离，有的业者好几年前就开始做，那也有的是近期在做，已经都几乎这边整排几乎都做了。店家讲，大家拢有配合处理生活事业的垃圾水，不过有氧化的速度伤紧，要是需要大型的垃圾水的处理系统。在10年前有做一个简易的这个污水处理的这个方式哈，但是已经没有效果了，所以建议这个中管处重新来规划。为了解决里鱼潭水质的问题，冲管处委托东华大学长期监测，帮原生种食藻类的鱼啊，搁伫南边起垃圾水处理厂，未来生活垃圾水蒸馏了后，经过人工湿地漏去潭中。为优化前期相关的污水处理系统，经整体检讨已完成规划，并已自去年开始来执行。我们预计在3年内来完成改善。里鱼潭目前第一工厂配合潭北粪块，还佫有潭南垃圾水处理厂完工了后，配合码头的工程会来做内底清除落雨膜啊，希望会当改善潭内的水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